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，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咱讲就是困的姿势。哦，这大家拢无共款哦。无共款啊，有的拍的，有的挺车身啊，有的向上天啊。听讲有的看困的姿势，我哪会当了解一个人的性情呢？啊，哎呀，阮啊就是会当了解啊。我有人困，我的困拢侧睡。侧睡哦。有时候困倒一边。有时候左边，有时候正边。啊，困起来后这拢撩袂，困久拢无平平啊。啊，这个枕头个袂讲真白嘛。啊，就这拢撩袂。是啊，个跌啊痕啊呢。无啦，那个困掉，我拢我来一个呢，一个记忆。 记忆啊，我读册的时阵吼，睡午觉安尼拍的有无？哦，有时候好丢脸的，有时候会太累会流口水，啊，起来才拢会白白吼，就丢脸。无算，迄有睡无算，即嘛是讲暗时咧困长期的迄啦，嘿啦。我是拢死囡仔听啦。但是讲我困长期嘛，相关会老呢。有。嘿，我困安尼啊睡，嘛是会啊，睡一点。枕头不管是就臭茫茫，啊，毋过无迄个臭，佫困袂去。是啊，重点是吼，我感觉咱要困吼，什么姿势拢好啦，咱大人当然家己会当翻身，会当改变嘛。啊，毋过囡仔。 囝啊，尤其是红个啊，无几个月啊，甚至出世一两个月尔，有的妈妈就是讲哦，要互伊面型较水咧吼，爱困拍拍吼，看伊面型较尖呗。结果吼，若无注意吼，啊，就抓窒息啊。有啊，新闻都看到。这两天啊，哎呀哎呀，因为我是感觉啦，妈妈一定要注意这个。爱注意，我是感觉吼，咱困哦，你若是囡仔吼，拍咧困哦，真正也危险，包括一个咩，会较袂大。 啊，讲呀！我听米姐哥以前拢拍咧困，只拢较袂大。哎，哥哥，不管咱困啊，我感觉吼上舒适啊上安全的困法就好啊。嘿啦嘿啦，啊物件嘛真注意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嘿，啊，今麦吼，咱就来看咱轻松个趣味的地叫。来。对我这位就是天天民宿的老板陈亚先生，对吧？哎呦，天啊！伊甲咱两个落地底拢无甲一清二楚咧。是咱落地要叫问过。啊，为啥？你甲咱的底细啦。哦，底细拢甲调查清清楚楚。有啊。哎，小姐，啊你哪会知影我两个会一清二楚安尼？哎，对，所以你甲会长两个都在起起楚楚，你讲啥物话？老实讲，讲。哎，无啦，我是讲叫你有啥物代志大讲啦。我甲会长讲啥吼，并无足重要，重要的是会长交代恁做啥，恁做好就好啊。哦，啊，若听你讲，啊，会长迄20万，你互伊款？你要想又在恁啦，我共款是甲恁交代，就是费人客，恁爱服务好，千万袂当互伊有失觉差。无恁是赔袂起哦。哦，你咧讲是讲一个敢若拉牙咧如花哦。你这边是咧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水甲一日敢若花迄个如花。歹势，小姐，啊，就伊吼，阮小弟啊，自细汉就会教。啊，即摆才开始会晓讲话，所以若得罪所在，多多原谅。我当时捌会教，讲会教人开同情去啦。哦，对啦，我捌会教过啦。回弟吼，你好好服务迄位小姐，保证吼，恁有一笔大笔钱通趁。哦，有钱啦。哦，其他恁就唔免阁问啊啦。哦，请，慢行。哎呦，天啊，迄看敢若乌社会咧。嘿，迄两个少年人穿乌衫。迄个大指头嘛穿乌衫。吼，这个大指头就是因两个这个大指头。是讲吼，话讲倒转来，这个大指头佮对如花遐尼关心遐尼好。如花就是这个大指头。
是啊，你慢慢讲生笑，迄如果安尼爽爽一个推两讲话都讲袂恁等，迄就有啥做大指头，规乌社会都乱去啊！拜啊，我袂想啦。我咧想哦，伊可能是吼，迄个大指头啊，会搁较顶死，乌社会老大的查某囝。哦，安尼讲恐怖。嘿啊，乌社会老大的查某囝。对啊。哎呦，我去叫陪。对啊，安尼搁出来咱免咯。等下报告。行，唔免搁看啊啦，免无伫个。好，行。听恁安尼讲吼，迄如花小姐的身份有影是足特殊的，啊若无，迄阵人嘛无需要安尼甲保护啊。对，而且吼，迄查某有交代，讲叫咱都要好好照顾如花，万一伊若有啥物意外吼，咱是赔袂起哦。无怪啦，迄会长才会摕20万喊你，啊，佮甲咱交代讲吼，爱对如花小姐，甲伊当做贵宾共款，啊，若甲奉抬好，咱大家拢有红包叉摕呢。咱吼要照起工做，人安怎讲，咱安怎做。较唔免讲哦，有一句话无？你国语讲好吃不完都是肉，所以咱这先费去啦。咱吼做民宿哦，本来对咱迄落来大人客都是爱服务好周知啊。是讲这件代志还袂要清楚进前啊，总是感觉该叫呢。管你什么该叫啊，无该叫。咱有钱通摕啊，对无？咱就照步来就好啊。管你什么在5327。安尼无管如何？啊，搁伫房间里休困。拄则头有陪我去楼顶巡一下，行到门口口尔吼。继续我搁咧讲。还搁咧讲哦，够讲，伊是几工无困啊哈。困啊！喂，啊人都好好困，对毋对？啊你若管人要困几点钟，你是谁？毋是啊，话明安尼讲，迄都无成人嘛，困几工，敢袂输猪的。啊，啥物人讲是猪哈1、2、3，对啦，我是猪啦。你哦，我带你参加呢吼，你敢若搞咧？哎呦，你会使我姓高的，你姓啥？我就猪啊！猪哦，我就知我姓猪，才会较困哦，猪啦，你是猪。我跪。那如花小姐，你困了有饱无？足饱的。是讲讲遮你讲吼，有阮的房间吼，眠床啊，若是无舒适吼，若有你感觉倒位无拄好吼，你就甲我讲，我就换房间互你。唔免我吼，即马吼腹肚有够枵的。腹肚枵哦？请问你爱食啥？虾仁蛋炒饭。这你上哪手的？有虾啊？嘿，有虾啊，搁会有卵，搁有饭。嘿，对，安尼我会晓虾仁蛋炒饭。我知道你这。有啊。猪，你真正足重的呢。你若知影头家娘遐起来炒饭，伊菜饭哦，大家拢最爱食，有够菜，起啊就好啊。招吼，你即马讲有饭无汤啊？你讲啥物招？无啦，我讲吼，拄好你讲招。好，讲招。我才想着讲有饭无汤啦。无汤啊咧。你爱食啥物汤？你讲。我看着你即个型哦，我爱食蚵仔汤。蚵仔是食猛呢。你讲我这个型就对啦。无，你敢若蚵仔咧？你内面有名蚵仔花，要掺一两花。你有啥物就甲伊加落。加哟，够赞头。太好诶！对啊，如花小姐，你有需要啥物物件？我大吞气吼，少喙呆呢。好，我来参点你啉。大家敢袂做咧皇太皇帝咧？哇，伊叫啥做啥，伊就做啥，还剩我一步。你吼对来甲我掠人，马扎子。我甲你掠人哦。嘿，真的啦。你嘛较大来，无食饭哦。安尼就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
七岁。坐这。如花小姐来，请用这布丁甜点啦，坐这哈。唔那有布丁哦，还佫有西瓜哦。坐这哈。哦，袂歹，啊有甜点吼，还有水果会当食，我足欢喜的。唔是安尼尔，这还有这，哦，这小夫我亲手拍，好来请啉。诶，啊，这乌糟糟是啥物哈？哎呀，做家伙啦，台语也做咖啡啦。我泡的哦，迄啉过人，大家拢学落甲得志。哦，我无爱啉。无咯，你嘛我一下面子咧，一直甲啉。我无爱啉啦。好，你莫当咧敬酒，毋是啊吃酒，一直甲啉，你哦你安怎？无啊，我是讲伊若毋啉咯，无我旁来边仔啉啦。如花小姐，啊，唔知阮的服务你有满意无吼？哦，超满意的。诶，啊，是讲恁啊拢唔济，啊拢用车的哈？阮徛得较习惯。啊，坐落来啦。免来徛就好啦。啊，坐落来啦。咩？啊，请你坐落。哦，诶，啊，恁安尼敢会上客哈？哦。嘿，安尼唔食着。是讲如花小姐，是讲有一个代志要来请教你，啊，你毋知有方便无？你讲，恁兜住伫倒位啊？啊，恁兜是做啥款头路？阮家吼，住少汉的，啊，厝吼做啥物行业，我袂当甲你讲。啊？姐问的吼，你来遮住，啊，你厝内底人敢唔知影？啊，我毋知影厝的人知影我来遮无？啊，你拢无要甲因联络？啊，免啦，啊，伊会来找我啊。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就如花小姐会借问的吼，嘿，你要搁住几工？啊，我嘛毋知呢。啊！你别拖我走吼！我唔敢，我唔敢。无人敢，无人敢。看你要住偌久，你就住偌久，阮绝对毋敢甲你赶走。哦，恁大家对我足好的呢。应该。安尼啊话，敢若袂输得风采阿嬷哩，这若住愈久，阮愈艰苦。如花小姐，请问你要去倒？如花小姐，你要出去哦？啊，我袂当住咧遮啊。啊是啥物人讲你袂用住遮啦？啊就伊啦。我。哎呦，文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叫你莫得罪如花小姐。啊，你是安怎搁遮伊受气啦？我也无讲话啊。系啊。队长，误会啦！啊，阮棍啊也无讲啥物话，会去得失着如花小姐，是刺激着如花小姐啊。对会长，我拢在场啦，我会用做证啦，我无讲歹话啦。哦，你就毋知咧，伊拄仔是咧讲吼，伊风台我哦，敢若是咧风台阿嬷咧。啊，我若住愈久吼，伊就愈艰苦啦。啊，哦，如花你会通肠哦，不，你会通灵啊，含我心肝内话你拢知影。哦，你毋是啦，有无，伊是咧讲啦，伊叫你啦。如花小姐，你莫生气啦吼！啊，阮棍啊，就较少会较毋捌代志啦。你吼安尼，遐尼水的姑娘，莫生气哦吼。莫生气，莫甲伊计较嘿。过来。喂。袂识得的。哦，如花小姐，歹势啦，是你马先啦吼。是咧。好啦，啊你有回去咧吼，啊就无代志啊。啊我吼，拄仔食有够饱，啊少爱吞的。啊无各位，晚安。晚安哦。叫你两个晚安啦。对啦。都袂记叫人。食饱困，困饱食，无搁性低。文啊，喂，拜托你啦，莫搁惹如花小姐生气啊！啊，一段时间哦，尽量互伊住遮哦，过着快乐的日子，千万莫搁出错啊，知影无？是讲会长，这代志要请教。嘿，你主任问。迄个提钱互你迄个小姐，哪会跟如花，哪会遐尼好啊？这你讲看卖哦。
啊，你哪会知影啦？莫搁假，搁假就无成啊！我甲钱仔对你后壁去讲遐，看你甲查某拄仔咧凄凄楚楚，阮看甲清清楚楚咧。讲哦，对方伊是啥物人，我嘛唔知影。哦，啊，伊就来拜托我代志，我只好听伊办啦。唔够啦安尼咧，会长，啊你毋捌对方是啥？啊人伊叫你处理代志，你就甲处理代志，哪安尼足奇怪呢？哪有啥物人要奇怪啊？啊，人伊就提钱叫我转交互你啊。啊，人伊出手嘛真大方呢，一个手就出20万。啊，若换做你，你敢会安尼做？啊？对啊。啊是讲，好啊，人当咩啊讲是讲，我讲，大家莫想伤济啊啦，非得哦好好啊照顾如我小姐就对啊啦。我的一颗心是个做情人只有他能接受。我的爱与情我的情人有一条够歹听的啦！我情人只有他记得起，我让我记情我找看粪扫人无？啊，你找粪扫人要创啥啦？啊，昨啉酒吼，即摆用咧冰白，要掠土啊你！我对哦，就是遐尔啊爱啉啦。我拄仔吼手带到有好车。哦，真好听，我听啊地床用要举起来。啊无安尼，我搁唱另外一首互你听。夜真长。擦开啦！哦，唱歌唔知影人听歌人的艰苦，我甲你讲吼，你吼毋是职业歌星，唱一地就好，莫唱伤济，唱伤济你老会叫咱老会歹去吼。唱这个哦。啊，当我莫是，这，好。啊你吼对我足好个呢，迄较早吼拢无人教我食的。啊，你拢无朋友哦？你是拢甲熟路人住做伙，还是甲兄弟姊妹住做伙？啊，我就顾查某食啊，阮妈妈吼过亲啊，去做钱，阮爸爸吼迄事业做足大，毋过吼就无朋友。你规气死死的，我是讲，你的日子应该过得真艰苦才对吼。啊，无法度啊。我倒食了甲伊拼，我倒无就看你去行，你看，吼，真控高，我真活泼，应该朋友足济，哪会奇怪拢无半个。啊，我嘛是安尼唱呢，就毋知吼是为啥物啊。哦，我知啊。安那？一定吼，你生倒歹，一寡人走了了。啊，别人。我你讲，我是真正讲莫是安怎啦吼。啊，别人就是嫌我歹啊。是讲哦。别不要紧，吼，别即马都吼，伊也太发达个吼，叫我整容一个，是讲吼，你这种话较够工啦，你这爱开较济钱，你这爱规个面拢总换迄外国迄变脸迄有无？啊，你迄阵就嫌我足歹个。你摆了有嚼啦，可能较袂记。啊，你搁甲我嫌，真正要切酒啊！无你要去倒来去倒，摆就摆，哪会要紧啦，对无？摆就摆过，心情放较轻松。无你即摆讲如何小姐歹？伊当然摆迄父母生起来，甲伊也无关系，迄无法度改变啦。你咧讲啥啊？干嘛？哎呦！即摆吼，只不过互你淡薄仔教示尔，后摆你若搁教后袂讲话哦，我就互你亲请死着。行。哎呦！呀！啊，你哪坐咧裤骹啊？拢嘛你啦，你歹干我屁事哦！哟！啊，你讲我歹，好气死我！因为摆就摆啊，你甲人讲个哦，摆嘛事相记哎呦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跟恁讲的俗语就是讲，有话讲别人，无话讲家己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真深嘞。像讲伫讲记啊，一支镜头伫讲，哎呦，迄个人你啊看，穿甲迄个敢会看口的，这个人你啊看，伊安怎？其实伊一支比别人，四支拢比家己啊。
家己的歹处拢无考虑，也无去检讨，啊，拢讲别人。哦，即摆人足侪安尼啊。是啊。啊，就是我嘛捌一摆呢。哦。我去卡拉 OK 听你咧唱歌，哎呦，迄人唱歌够歹听，啊无尾音啊，我咧平平啊，我咧唱个只鼓声尾后，结果就我叫你唱啊，唱煞人讲，你唱比对遐搁较歹听，哎呦，无人甲我讲，咱毋知咱唱比人较歹听。讲真个，哥啊，你的歌真系袂歹。有影哟。系啊。哦。但是我评你较好一点。伊是讲哦，人哦，真正。拢会晓去讲别人的歹处，拢袂晓讲想到家己有啥物缺点，所以呢，等甲互人来讲的时阵，家己阁无欢喜，那即种人我就是感觉。像恁做老母的人咯，拢会讲，当迄饲甲迄毋是要囝。不会，我是袂安尼甲讲。你会讲，哎呀，这饲咧，家己输啊，你讲饲甲安尼，你也讲，哎呦，遐歹看，生做安尼歹搞搞啊。结果个，阮囝足个斗，阮囝外口饲的。家己囝上水上好。是啊。对啦，当然是爸母啊，心目中是家己的囝上高上巧，但是毋好去骗想人诶。大部分拢屁咧啦，毋好去讲人啦。查某囝外国水的，我足大方的，见面出来的。你敢去？我都坐你头前个，有你的军团啦，教我跳舞，我老唱歌。恭喜哦，安尼只高生生着，只安尼高水，只安尼起来走，对，鹅肉就对啊，啊，像鹅肉啊，这个银啊，但是你外国。哥哥，时间到啊啦，嘿啦，30分钟到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啊啦。天天又开心，要奉劝大家，咱讲饭听我乱食，但是话千万唔通啊，乱讲。活一道，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毋惊受伤害。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袂听凡事一半，世间乌白拢掺一半，烦心一半，非凡。之后也是一半。